心尽力，除了伊，军队伊，伫台湾会当将这份心意用行为表现出来，就亲像罗马书第12章讲到，服侍上帝生活。保罗讲，所以兄弟姊妹，因为上帝的怜悯，我劝恁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做活活的祭，是圣洁，伊所欢喜的。这是恁合宜的敬拜。咱三甲来吟圣诗383首，我担劝恁着献家己。咱来吟第1节到第3节，请。互耶稣做阮的主，伫阮生活中大事细事，拢遵探伊的旨意，甲伊的教示，相信伊会甲阮伫地。阮来唱这首100年来温柔陪伴甲安慰做基督徒的诗歌，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咱来彼此来祝福，领受一个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对天父上帝来的平安，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利用这个诗歌，甲咱讲话，互阮鼓励，甲阮安慰。也愿你悦纳阮用这个诗歌来对你的儿女。阮也将今仔日的礼拜交托伫你的手内。愿你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互阮听到，而且会当明白你所要对阮讲的话。愿咱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各位兄弟平安，请咱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既然咱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上帝囝耶稣，伊已经上天到上帝面前，咱着坚守所宣认的信仰，所以咱着好胆就近上帝恩典的宝座，通领受伊的怜悯甲恩典，做咱需要的时的帮赞。请三个来吟诗学罗上帝。信诗第303首，主，我要学罗你，请大家起立来转首。请坐，请阮同心压头来祈祷，全能慈悲听咱的天父上帝。今日早起，阮搁再聚集伫你的面前，是靠你的恩典，毋是靠咱家己的能力。愿信心即时阵运行伫阮中间，带领阮的心安静落来，专心来敬拜你。听候你，主啊，我要感谢你，感谢你一切创造的美好，
感谢你赏赐阮性命、气力、才能、产业、徛起的所在，看过阮逐工的生活。虽然有挑战、有艰苦、有风险，毋过你的恩典拢够阮用。主啊，阮要诚实来到你面前认罪。阮定定为着家己的方便来行代志，忽略你的旨意，嘛亏欠身边的人。阮的思想、言语、行为，有时无照着你的心意。恳求你赦免阮，用你的怜悯洗除阮的过失，互阮搁再得到今生的性命。主啊，顶礼拜阮教会完成今年国华节所有的典礼甲活动，感谢主伫这段时间感动众兄弟齐心合一，付出家己的时间为主做工，传播主耶稣基督国外的好消息，互众人感受为你来的平安喜乐。愿主接纳纪念正同工所做的工，荣耀全归主。主啊，阮嘛要为着教会来向你祈求，求你继续看顾阮的教会，保守牧师、长职甲一切何塞的同工，赐智慧、力量甲谦卑的心，互教会所做每一项事工，拢是为着见证你荣耀你的名。只是阮也要为着身体欠安、家庭有问题、工课拄着挫折的人来祈祷，恳求上帝特别看顾安慰因的心灵，赏赐因信心甲勇气，为因开路，早日脱离忧伤困苦的情景。主啊，阮将今日的礼拜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你来带领，求信心伫即时阵伫阮中间，帮助阮会当通过牧师的讲道来了解圣经的道理。愿你的话改变阮的心，带领阮伫生活中实践信仰。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三个来交读启文第59篇，也就是罗马书第10章。我来启兄弟来译。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信信就得到正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祝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拢无人传，哪会听着？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迹遐尔啊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不过，原民们因讲真正拢毋捌听着。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请三个来共受上帝的话。今日的圣经伫《使徒行传》第4章第32节到35节，全体信徒拢同心合意。无一个人讲伊的财物是家己的，所有的物件公家用。使徒用大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国话，众人拢得到大恩典。
因中间无人有欠亏，因为有残垣厝体的人拢卖出去，所得到的钱摕来交互使徒，照大人的需要分配。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予听伊的话的人，只是要请信歌队来学罗上帝。今日所要引的诗歌是：无是一个就无冠冕。这是要请罗牧师来讲道。今日伊要讲的题目是基督国外的大能。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哈利路亚！基督已经过活顶礼拜咱做伙庆祝教会过活节，唔知大家敢有印象？顶礼拜然后来参加，应该有看到一个短的戏剧，对无？有两个女主角，最后因讲啥物话？一个是瑞林长老伊讲耶稣基督的过活，甲咱有啥物关系？对无？敢有关系？有啥物关系？小美姐讲啥？小美姐看别人，伊讲当然嘛有关系因为这代表死亡毋是咱人生的结局，是要互咱永远活命。虽然咱有一寡兄弟姊妹大声离开咱，总是咱知影将来主耶稣过来日子，因会大声过活，
将来咱信靠主的人，嘛会伫天顶甲因过一届相见面，阿免吗？所以愿基督过活的大快乐，会当成做咱的帮赞，咱过一届同心来祈祷。过活的主，阮感谢你，希望世界的震动，希望失去亲人的疼，犹原伫阮的心中。总是阮相信，基督过活的快乐，要成做阮头前的光，成做阮心中上大的愿望。因为耶稣基督，你对死过活，较赢死亡关系，互阮深深知影，军队主，阮毋是失望，军队主的脚步，阮有永远的愿望。愿上帝的话语，今仔日会当成做阮信心的帮赞。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免。基督的过活带予咱大大的快乐，所以咱今仔日要搁一届转去到2000多年前，伫使徒迄当时开始为主传福音的时期，耶稣基督过活毋那是带予使徒活命的快乐，搁要互初代教会的信徒带来大大的改变。今仔日的经文头前记载使徒行传第3章到第4章的过程，是伫五旬节过后，使徒彼得甲约翰因两个门徒开始伫耶路撒冷城传讲耶稣基督过活的见证甲好消息，而且行真侪新约，特别咱有一个故事，咱拢真清楚，就是彼得伫即个水门口医好一个出事的摆卡的人，即个少年人伊最后得到医治，造成真大的即个影响，嘛，互迄当时的侪的百姓开始军队使徒相信耶稣基督过活，所以咱常常伫即个主日学拢会唱一条歌，叫做什么？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所有我都给你。会晓唱，表示大家拢有一寡年岁啊。这我细汉主日学逐礼拜拢咧唱即条歌啦。因为彼得就是甲即个摆开讲，我啥物物件拢无啊，我只有会当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所以即个摆开就会当起来行路。即个见证真做当时的时代真大的帮助甲影响。总是嘛有一寡迄当时的政府以及圣殿的遮个管理者，因看到遮个代志，因真无欢喜。特别是有一群人，因的名叫做撒都该人，因是负责圣殿的管理。因认为讲这款的代志已经影响到因百姓来伫圣殿奉献甲纳税的即个过程，所以因就一方面想要迫害遮个使徒，一方面佫惊遮个百姓会起来反抗，因无原因、无条件就甲遮个使徒来迫害，所以因就问讲：恁到底是靠什么权能，奉什么人的名，会当来行即款的代志？使徒因互信心充满。因心内无惊吓，因讲：阮做遮个代志，乃是奉互恁定十架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所做。为什么遮个圣殿的遮个管理者要迫害使徒？照迄当时的即个圣殿的管理，多数拢是祭司的家族，或者是伫犹太宗教地位有权利的人。特别其中圣经有记载着撒都该人，因是一群自大卫甲所罗门王时期就开始承接圣殿管理的祭司家族为撒都开始，因敢若遵守摩西五经的教导，毋相信有死人过活、有天使、有灵魂即款看袂到的代志，所以一直到马加比革命的运动为止。圣殿的大祭司基本上拢为撒都因的家族的后裔开始流传，
有真侪拢真做真富裕的商人以及政府的重要官员，所以因为利益的关系，因即群人甲当时罗马政府的关系真好。伫犹太人的议会中间嘛有真大的影响力。这祭司甲贵族因有大部分的土地嘛控制圣殿的这的商业交易的行为，所以伫迄当时。伫遮个巴勒斯坦的百姓，因生活真艰苦。因一方面爱纳税，互罗马政府的官员；一方面阁爱照圣经所记载，逐年爱纳即个圣殿税，互即个圣殿作为诚做圣殿的税收。遮个抽税就占一般人民1/3的遮个收入的部分，所以至到。当时的百姓生活真艰苦，这圣殿的管理者因为着家己利益的关系，迫害百姓，嘛迫害这使徒。因惊讲因若军队这使徒，这税收就会减少，所以因就找使徒麻烦，把使徒因抓起来恐吓审问。纵使这使徒受到圣心的充满，因无惊吓。因阁直接讲出，因遮个圣殿的管理者，因所做的是不合上帝的心意，所以遮个撒都该人，因就只好恐吓遮个使徒了后，就放因转去，毋敢惹因的伤害因的性命，惊惹到百姓来反抗。当遮个使徒因转去到因的所在时阵。因就见证，因这几工虽然受迫害、受掠，总是圣心甲因三甲之地，上帝保守因，互因有气力，因就开始大声祈祷，归荣光互上帝。迄个时阵大震动，所有的人拢受到圣心的充满，开始放胆来讲论上帝话语。真奇妙的代志发生，当因受到圣心的充满了后。所有的人开始同心合意，献上家己的财产，互教会所使用。使徒大大来见证耶稣基督已经过活，众人的心拢受到安慰甲鼓励，充满盼望。因无嫌家己的物件是家己所有的，拢愿意将家己的财产、家己的厝、土地，拢奉献互教会来使用，甚至伫今仔日经文36节，有一位利未人约瑟，伊嘛将家己的土地来拍卖，摕互使徒。这个人使徒叫伊的名叫做巴拿巴。我想咱大家拢捌听过这个名，就是后来接待使徒保罗的迄位巴拿巴。对今仔日这段经文，咱会当做伙来思考，耶稣基督国活。为什么会当带着信徒因无自私的奉献家己所有的财产来互教会使用？到底是什么款的信心甲勇气，互因有这个气力？这个代志提醒咱一寡信仰的原则。第一，就是耶稣基督过来的盼望超过个人性命的财产。照着使徒行传第2章，用你先知伊的预言安尼讲，伊讲将末的时阵，上帝要将伊的神摒落去，互所有的人。所以因认为，伫迄当时，使徒百姓已经受到圣神的充满，所以因真有信心，就亲像用你先知所预言的，主要来的日子要到，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所以，因认为，既然主要过来，因所有的财产佮留咧嘛无啥物利益，所以愿意奉献互教会所使用。这是一个真大的信心甲盼望。第二，信徒互相帮衬。使徒行传的作者罗家是一位医生，咱遮嘛有人是做医生。做医生的人。拢会真关心遮个病人，所以罗家嘛同款，伊写即个罗家福音，佮使徒行传，伊真关心社会的
弱小的人，伊看袂过迄当时罗马政府甲遮的圣殿的管理者，因敢若看悬无看过剥削百姓的遮的行为，所以毋望透过信徒愿意分享的即款心志，来提醒遮的圣殿的管理者，因应该大的爱服侍细汉的，富有的爱帮赞送香的，爱互相扶持。第三，伫即个过程嘛提醒，嘛甲咱讲一件真要紧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是无分族群的。耶稣基督为咱受到十字架的死，是为着普世全世界的人。所以《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才讲，当圣神临到恁的时阵，恁会得到快乐，伫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天边海角，拢为主做见证。耶稣基督搁我带来圣神的快乐，目的是要互使徒勇敢为主，到达所在传福音。耶稣基督的救恩，借着使徒的传福音，要临到全世界。所以透过信徒财务公用，无分彼此的行动，来表明耶稣基督对人的拯救嘛无分彼此。所以对安尼，咱会当来看到一个真大的差别。当时的撒都该人因所举掉的，就是因敢若只有看重看会到的物件。虽然因倚靠上帝，因遵守摩西的教导，总是因敢若重视因眼前看会到遮的，无论是利益、金钱遮的阶级。所以地教因掠掉遮的权利，惊讲失去遮的权利。总是初代教会的信徒，因看重的是看袂到耶稣基督永远活的盼望，因甘心乐意来拍卖一切，来为主所用。因充满盼望，幸候主过来的日子。因拍破遮的阶级制度，愿意互相扶持。因为因深深知影耶稣基督为因牺牲的疼，因要落实伫即个世间。所以咱会当来思考反省，伫咱的信仰过程，有当时咱是毋是嘛有可能亲像遮的撒都该人，咱敢若看重咱眼前看会到遮的权利、遮的金钱，却渐渐失去咱对主搁活的即款的盼望，愿意分享的心志。耶稣基督会搁我带来物资甲心灵的遮的分享。当圣神降临时阵，遮的使徒门徒因互圣神充满，带来生命真大的改变。圣神的同在带来影响，毋那是干那会晓讲方言。有当时咱常常会一个偏见，认为圣神的充满就是一定讲方言唱遮灵歌。总是圣神的充满，要带互咱更较大的是生命的改变。咱的生命爱更较有信心、有盼望来跟对主，而且咱爱学习初代教会信徒愿意分享耶稣基督的疼伫咱的周围。这款的分享，毋那是物资、金钱上的分享，嘛包括上帝话语、心灵上的分享。所以今仔日经文要甲咱提醒，嘛要甲咱教导一件代志。当咱心中有耶稣基督搁活的盼望，咱就会当做到初代教会财务公用的精神。基督的信仰，毋是要互咱因为惊吓末日要到，所以咱爱来信主。主耶稣要提醒，伫末日要来进前，有真侪假的基督。照耶稣基督的名讲，末日已经要到，所以咱就爱拍卖一切来奉献予主。总是耶稣要提醒咱，咱爱真细意遮的语言。使徒行传第1章第7节真清楚甲咱讲，要过来的日子，毋是咱会当知影，就算耶稣家己本身嘛毋知影。总是主要来进前，咱会看到真侪的战争动乱。
这的灾祸渐渐临到，这是表明主要过来的日子已经近啊。总是一个已经临到还未到的过程。英语讲 already but not yet， 意思是讲愈来愈晚，愈来愈晚，总是还未完成。在这个听候的过程，咱就要有一个充满信心甲盼望听候主的一个信用的瓦靠甲行达。基督的话目的要互众人拢受到上帝的祝福。信徒在这个过程要互相帮衬。当咱安尼做的时阵，大家就袂有欠缺，亲像初代教会的信徒因。将家己所有奉献给上帝，直到这会送香的嘛袂得到欠缺。有当时，咱会有一寡错误的奉献的观念。教会绝对毋是要鼓励兄弟姊妹将家己所有的拢奉献给主所用。咱常常会用这个马拉基书3章第10节，遮讲万军的统帅安尼讲。恁着将1/10来全数奉献伫库房，互我的圣殿有够额的食米，来试看我敢会为天来拼落这福气互恁。虽然这句话是上帝的诫命，咱爱遵守，总是上帝毋是意思要叫咱讲，咱照着这款的观念，咱亲像咧投资。咱奉献绝对毋是为着家己的利益，咱奉献绝对毋是因为上帝要赐予咱更较侪的福气，咱才愿意奉献。奉献的意义是爱咱学习有感恩的心，了解咱所有一切拢是出自上帝所赏赐的，毋是我靠家己的才能，嘛毋是为着要得到更较侪的财富。上帝讲，咱爱遵守1/10的奉献。1/10的奉献是爱咱明白，咱10%的所有拢是对上帝来，所以咱透过其中的1/10来感谢上帝的赐福。咱有当时咱会有这个约定的奉献，嘛是同款要表达咱对上帝感恩的心。就亲像咱的囡仔是说，当咱幼稚因大汉了后，因咧做工课的时阵。因会互咱一寡孝亲费来报答父母对伊的养饲。咱毋是因为咱家己欠用这个钱，咱甲要求囡仔爱互咱这个孝敬的费用。咱是因为咱的囡仔已经大汉，因知影父母对因的疼，所以因甘心乐意，愿意将家己薪水的一部分来帮助。来交予父母，感谢伊养饲稳定。所以上帝对咱的疼嘛是同款，上帝无欠缺咱的奉献，上帝嘛无欠缺伊所要用的。所以旧约圣经嘛讲，上帝喜爱的毋是咱奉献什么物件予上帝所使用，较要紧的是咱有一个感恩的心，咱愿意照着奉献的行动来表明咱对上帝的感谢，所以较要紧的是，咱内心爱存在上帝的疼在咱的心中。当咱有这个心志，咱就会甘心乐意奉献咱所有的，来互教会、互上帝所采用。咱嘛愿意奉献咱所有，帮助遐个送香的有欠缺，互因无得到，因为欠缺来失去性命的这个。信心甲快乐，我想这就是上帝国临到伫咱的世间真要紧的一个实践。最近台湾的股市一直咧起，咱拢真熟一个投资的一个投资人名叫巴菲特。伊捌伫一个美国的大学演讲，有一个学生就问伊讲：你认为什么款的人才是一个成功的人？巴菲特伊无讲到财富，伊讲其实恁到我这个年岁，恁就会当发现判断一个人会成功的标准，是有偌济人真正会当关心你、疼你。
伊讲金钱袂互咱得到幸福，一个人的幸福的关键，是因为咱活伫充满痛的一个环境内底。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人生的价值甲快乐，绝对毋是起造伫咱有偌济财产、物资、权利来得到这个满足的快乐。反正是咱伫即个世间会当得到偌济人的关心甲疼，特别咱是毋是会当伫教会来感受到耶稣基督、上帝对咱无条件的疼。这款的疼绝对无法度用金钱甲咱的地位来换取，嘛无法度用金钱来买卖，因为咱的人生毋是用金钱来判断人生的价值。圣经一段经文，浪子的回头的故事，相信咱嘛真清楚。这个细汉囝，伊甲伊的老爸摕伊的财产了后，伊去将这个钱互白开。虽然迄当时有真济伊的朋友伴会陪伴伊，总是当伊将这个钱开了后，已经无钱啊！伊这个朋友伴全部拢离开伊，直到伊最后。去找一个饲猪的头家，甲伊雇猪饲猪，甲猪抢物件食。最后，伊后悔，伊认为伊的人生行到这个坎站，伊应该爱回去伊的老爸遐，做一个工人，嘛比甲猪抢物件食较有价值。所以，伊决心要回去找伊的老爸，要甲伊老爸来认罪悔改。无拍算，当伊回去到厝的时阵，伊看到伊的老爸远远就徛伫门口，踢开伊的老爸双手来听候等待伊。伊的老爸早就伫伊出门了后，逐工就咧望伊的细汉囝，有一天会回来到伊的厝内。伊的老爸无条件接纳伊，恢复伊的身份地位。这个故事嘛，甲咱讲。伊是咱的上帝，伊犹原逐工咧听候咱，逐工踢开伊的双手，咧等待咱。虽然咱伫即个世间有艰苦、有落落、有病痛，有当时咱嘛是真硬心，咱甲上帝讨财产、讨咱要爱的物件，将这物件拢开了后，咱甲想要回来教会找上帝。总是咱的上帝，伊一直拢咧听候咱。伊无因为咱的睿智，伊就上帝就离开咱。反正上帝要甲咱讲，咱是伊的囝，回来伊的怀抱，伊愿意接纳咱的一切。毋望透过今仔日即款的信息，互咱会通知影讲，咱嘛爱学习，愿意甲人分享。今仔日咱来伫教会，咱毋是为着要得到什么好处。嘛，毋是因为要借着奉献，咱会当得到更较大的利益，就亲像这个撒都该人，因错误的金钱思想，直到因无法度领受上帝的祝福。咱就爱学习初代教会信徒，因虽然面对国家、面对教会这个无公平的制度，总是因愿意奉献家己所有来互上帝使用。咱会当来思考，透过初代教会信徒的生活，上帝设立教会的意义是啥物？伫现代这个社会，愈来愈侪人离开教会，愈来愈侪人无介意互制度捆绑掉咧。咱会当来思考，伫咱的教会，咱是毋是会当搁一届来学习初代教会的这个信仰的原则？去做一个，互这个愿意跟对主的人，因有一个安全、无负担的这个场所；去做一个愿意接纳因，互因会当自由来伫教会敬拜、学习上帝的环境；去做一个教会，互这个无论阶级、无论社会地位的关系，拢会当大家。同款来领受上帝话语的一个环境，无论你是官员，无论你是博士，无论你是
什么款的学历，伫咱的教会无分彼此相听。去做一间教会，互咱有一个愿意分享的心。咱若有假的会当分享互遐个欠缺，咱有刚强的心智，咱会当去安慰帮赞遐个信心弱智的兄弟姊妹，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有信心、有仰望、佮有疼心的教会。今年光复教会要满70周年，咱会当来思考，伫未来咱的教会要去做成做什么款的教会？咱是毋是会当真正有耶稣基督佮活的气力活伫咱每一个信徒的心中？咱今仔日咱坐伫遮，咱拢是耶稣基督对死佮活所拯救的遮的兄弟姊妹，所以咱若愿意学习初代教会，因无分彼此共同分享有听的教会，即款的信仰原则，咱就爱为咱家己开始做起。咱毋免惊讲家己无够，因为上帝是咱所有的一切。咱毋免惊讲咱后一顿要食啥物，因为当咱彼此相听、愿意分享的时阵，上帝的恩典就临到咱，互咱拢无欠缺。愿咱的教会会当起做一个，会当互相分享，会当互相陪伴，有信心行向上帝，伊要互咱起做一个上帝国的教会，即款的信仰原则，拍破咱的围篱，拍破咱的围墙，互咱的教会会当行出去，为主分享做见证。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伫阮性命，因为认捌主。阮有机会会当来跟对主的脚步，求主你帮助阮每一个信徒兄弟姊妹，互阮伫今仔日主搁活的日子，阮毋是搁活伫一个无信心的生活的中间，阮毋是搁活伫一个阶级制度、一个制度化的一个教会的一个过程。互阮有信心跟对主，是因为阮有耶稣基督搁活圣心充满的气力。阮知影是主耶稣伫阮的生命中活，所以阮愿意分享家己，献家己为主所采用。阮愿意背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主的脚步，合适初代教会信徒的信仰原则，这个供应互少的。阮有诶，嘛要分享互迄欠缺，互教会成做一个信仰诶共同体，无分阶级，无分财务诶多少，阮拢愿意分享主诶听，互阮成做一个有信心、有仰望、佮有疼心诶教会。愿主听叹阮诶祈祷，安尼祈祷恳求感谢，靠主耶稣圣尊名，阿免。请三个来念回应的诗，信诗383首，我当劝恁着献家己，请大家起立来念全首。我
坐，请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实现的同工。请起立，以奉献的诗。同齐来做奉献祈祷。请来最后说，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搁一遍来到你的圣殿。主啊，感谢你收拾阮的一切，无论是阮的金钱，无论是阮的财情，无论是阮的快乐。主，阮今仔日将阮所有的奉献甘心乐意献上，愿主来使用，愿主来建立。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现在来报告，请启修长老。OK， 我来报告吼。第一点，本会消息，受咱甲国外侪各项的活动，甲礼拜顺利完成。感谢全体同工同心合意，诚做美好的服侍。愿上帝祝福纪念嘛，祝福的公园教会。第二点，八楼的主堂的音响的厂商要提供2届的音控实践训练的课程。第一届的课程，浅谈声压级的麦克风应用 EQ 概念。本主日下晡1点到3点，伫教会8楼，欢迎兄弟参加。第三点，团导组后礼拜主日下晡2点举办本年度第一届洗手爱无限活动。地点伫教会1楼，若是有受邀请的朋友，请玉山干事定期报名。第四点，新德中会上年部4月23拜四早起9点半，伫公园教会举办讲座高龄资产规划及如何防诈骗，报名费100块。请林敏泰长老报名。第5点，基要真理的课程，本主日下晡12点半伫601教室。
今日的课程是上帝是我们的天父，罗茂荣技术。第6点，本会甲台湾神学院合办的神学课程，返璞归真的基督助人者，伫4月18號開始，每禮拜六早起9點半到12點半伫本會7樓，歡迎玉山幹事報名。第7點，需要2025年個人奉獻證明來報稅的兄弟，請伫1樓招待處登記。具體消息李陽美智姊妹，也就是李文龍長老甲李文義長老伊的媽媽吼，伫4月6號禮拜一安息主懷，已經伫4月9號拜祀伫新竹市四名紀念園區完成的火化禮拜。願上帝安慰伊祖。教界消息有一項吼，就是新德中會吼，大眾傳播後咧這禮拜4月18號禮拜六早起的9點到12點舉行的 AI 講座，主題是 AI 時代中心管家如何利用科技趁迄另外5000，講完就是我本人吼。地點伫新德教會吼，主要是我這課程會為馬太福音25章開始吼。25章有講迄有主人吼，有3個僕人，一個僕人互伊5000兩銀，第2個互伊2000兩銀，第3位互伊1000兩銀，第1位、第2位攏甲伊會得到的這金錢會當翻倍，第3位1000兩銀都藏佇塗骹底吼，攏無去使用，這毋是主所歡喜的代志。毋過要安怎甲主人交互阮的財能財產會當翻倍，是足無簡單的代志。毋過即馬有 AI 的工具會使使用，所以我要趁這個機會來甲正兄弟分享，阮要安怎使用 AI 這個工具來幫助阮個人的讀經，阮個人的工課，幫助阮如何管理阮個人的財產，會當來回應上帝的恩典，所以有這個工作。若是有興趣的兄弟當然當找我，也是找玉山幹事報名。以上，無事補充。伫第6點這個所在有甲迄個新人院辦返璞歸真的基督徒助人者吼。因為咱10個以上咱開課，所以本來是頂禮拜六要開課，但是人還無夠額，所以特別延到這禮拜六。若有夠人，咱就會開課；若是無夠人，咱就無開這個課。但我哋台北這個課是足受歡迎啦吼。咱咧教會可能較偏愛這個聖經的課程，但是嘛是真鼓勵兄弟姊妹來當報名吼，安尼來當了解咱家己，來當透過咱有一個健康的心智，會當幫助別人。那BT 這吼，BT 這可能咱就感覺講突然攏無講，也毋知，然後就去安息去到上帝遐。其實 BT 這差不多2年前伊就發現肺癌，因為80幾歲，所以醫生並無建議做化療啦、標靶啦、基因療法攏無，毋免治療。那這個決定是非常好，因為這2年來，伊有真好的生活的品質。咱對外口攏未看出伊到底有啥物感情的這個變化。反倒當過去我所了解的就是，若是有這個肺癌做真濟遮的化療啦、啥物療通常對身軀足大的侵害。
嘛无对即个病症有真好的一个治疗，结果嘛是共款。美丽这呢2年前都有发现无治疗，但是生活品质真好。到伫2、3个月前，伊嘛是搁甲咱真侪姊妹去到国外佚佗，一直到最近1个月，感觉安尼真喘讲话啦、行动拢会真喘，这不过是最后的代志。但因为这个肺癌已经较严重，所以到伫这1个月中间，这个肺，这个对身躯的造成，嘛无啥物病痛啦就是安尼喘。所以阮差不多2、3礼拜前，到牧师去到伊的所在探访，伊搁请阮食饭，甲阮坐足久，食饭讲话，你袂感觉有啥物艰苦？这不过要行动先开安尼喘去安尼所以伫差不多1礼拜前，1、2礼拜前就大医院医生知影讲这个情形较无啥物偌好势所以伫病院伫大医院然后伫安息，较无啥物病痛啦所以拜一这个安息主日因为美帝这一直打迄个文龙文理交代爱低调处理，安尼所以牧师只有互咱小会知啦互咱小会知尽量咱嘛无去参加不过咱教会有几位就是2个牧师去主持伊的入殓火化咱的关怀的长老春美甲咱美生长老去参加之一这是2个囝儿特别遵守妈妈的吩咐伊的亲戚无啥无请，所以拢是主要伊的直系血亲囝啦、孙啦、干啦、孙安尼参加尔安尼所以这个代志办了后，咱较互咱兄弟姊妹知到伫后礼拜这礼拜拜5、拜6，才会当去安葬安尼，所以这写拜一这是毋对就是到拜5、拜6才会当去所以咱有真侪兄弟姊妹感觉乡知影哪安尼其实这是已经进行久长的时间，只不过咱袂看出伊有啥物病情，伊嘛过真正常生活这嘛是真大上帝恩典，85岁安尼所以昨咱伫迄个乡里团契嘛有举行这个追思的礼拜追思会啦互咱兄弟姊妹伫遐怀念非常毋甘而且互咱知影伊的决定安尼这个代志报告到这个所在咱三甲来祈祷啦为着咱真亲密的人离开咱的长辈离去的消息非常毋甘咱可能无送到伊，但是咱嘛纪念伫遐久长的时间，咱有介真好才会斗阵真留落真水的一个形象伫咱中间所以咱为着伊这个来感谢，最后所祈祷你是阮的牧者，引带阮一生的路程，你嘛是美丽这一生的主，如你引带伊，互伊对教会有一个真深的听，对上帝有真大一个信心。自伫这所在，伊到三重遐久的时间，安尼离开，我们的心非常毋甘。但是这是对伊是好的，因为这段时间虽然有感情伫伊身上，但是你嘛互伊过了真好的生活，有一个喜乐的心，有信心来接受要去到上帝遐的代志。祝你互伊无有啥物艰苦也会当甲亲人，伊甲兄弟姊妹嘛阁到真好的一个斗阵。去佚佗，去食物件，真喜乐的心，无互伊真大的痛苦。虽然安息，阮虽然毋甘，但是对伊是好，因为倒转到上帝你的怀抱中间，你听的怀抱中间，我相信上帝你也接纳伊对你的信心，对教会的听。我已经完成伊伫人生的使命路程，但是倒转到永远的家乡，寻求你的祝福，阮伫怀念中间接受你的安慰。祈祷祝福伊的逝世，伊的囝儿孙，拢会当得到真大的祝福，敬虔的护卫，拢得到上帝祝福千代。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一只嘛特别推荐咱的迄个大众传播部啦，谈多咱的青海执事已经详细来介绍因为伊捌伫咱遮开课，这大众传播部会当讲知影了，伊就安尼希望无所以当推荐所以。伊通扩大这个服侍，过去伫咱教会，现在扩大到整个新竹中会，现场甲线上拢咧举行所以咱中心服侍上帝嘛，当透过
咱来更较大的祝福，所以咱有时来祈祷，若有兴趣来咱去参加啦介绍人去参加。这是咱即马最近拢常常一定爱推动，爱去了解一个新的科技对这会当扩宽咱的心，咱的境界。来信祝福车肯的诗，信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平时线请罗牧师祝祷，请起立来记。心咱领受上帝赐福，愿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心的相通，甲咱众人兄弟姊妹三甲弟弟，互阮有耶稣基督永远活命伫咱的心中，阮愿意为主奉献，献上阮家己为主做工，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阅读散会。那个